如果你而家行轉銅鑼灣，尤其係以前全世界租金最貴嘅羅素街或者波斯富街，你仲有冇嗰種行緊名店區嘅感覺？老實講，我前幾日行過，心入面真係落一聲，嗰種冷清同死寂，真係令我懷疑自己係咪去錯咗地方。以前嗰啲排隊買名牌錶、搶化妝品嘅盛況，好似已經係上一個世紀嘅事咁。最誇張嘅係，最近地產界傳出有個所謂嘅鋪王，將手上一個地鋪劈價130萬港幣放租，結果點？竟然係無人睺。你冇聽錯，係減咗130萬都無人理。好多人就唔明啦，既然啲鋪頭空晒喺度，點解啲大業主死都唔肯再減多啲？點解寧願由得啲鋪頭變做吉鋪生草，都唔肯平租俾啲本地小店或者後生仔創業？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場地產界入面最黑暗、最現實嘅估值遊戲，話俾你聽點解對業主嚟講，減租分分鐘慘過要佢條命。我哋首先要睇下2026年嘅銅鑼灣。如果你喺2013或者2014年嗰陣去過銅鑼灣，你應該記得嗰種逼到抖唔到氣嘅感覺。當年羅素街一個唔夠1000尺嘅細鋪，月租可以叫到200幾萬，甚至300萬港幣。嗰陣時啲藥房、珠寶店、名牌錶行，簡直係攞住成沓現金去搶鋪。但係而家呢？你再去睇下，好多以前嘅名店位，而家竟然係賣緊幾十蚊件嘅平價衫，或者係嗰啲開完即棄嘅短租特賣場。最令市場震驚嘅係，有一位老牌鋪王，佢喺銅鑼灣核心地段嘅一個大型鋪位，原本叫價係非常之高，最近佢終於肯面對現實，一次過劈價130萬，諗住可以吸引到大租客回流。結果市場嘅反應係零，連問都無人問。呢件事反映咗一個好恐怖嘅現實，唔係價錢問題，而係個市已經根本冇咗嗰種需求。好多網民就會話：喂，你減130萬無人租，咪減夠200萬咯？平到幾萬蚊個月，實有人租價嘛？好過空喺度零收入啊！呢種諗法喺普通人眼中好合理，但係喺地產商同埋大業主嘅計數機入面，呢個係絕對嘅禁忌。點解？因為呢度涉及一個好關鍵嘅概念，叫做物業估值。大家要明白，呢啲大業主買鋪，絕對唔係好似我哋買棵菜咁攞現金出嚟買，佢哋係用槓桿，係同銀行借錢嘅。喺銀行嘅眼中，一個商業物業值幾多錢，唔係睇佢裝修得幾靚，亦都唔係睇佢幾大，最主要係睇佢嘅租金回報率，即係所謂嘅 cap rate。簡單啲講，如果呢個鋪位每個月可以收100萬租，一年就係1200萬，銀行會根據市場利率同埋回報要求，倒扣出呢個物業值幾多錢。如果個市要求3%嘅回報，咁呢個鋪位就值4億港幣。如果你個業主突然之間心軟，將租金減一半，變成每個月收50萬，咁會發生咩事？喺銀行份評估報告入面，你個物業嘅價值就會由4億港幣即時腰斬變成2億港幣。呢個就係最攞命嘅地方。大家想象下，呢位業主當年買鋪嘅時候，可能係同銀行借咗2億5千萬。原本個鋪值4億，借2億5千萬係好安全嘅。但係因為你減咗租，搞到個估值跌到得返2億，咁你個負債就高過咗物業本身嘅價值。呢個情況就係我哋俗稱嘅負資產。到咗嗰陣，銀行就會啟動一個所有業主最驚嘅程序，叫做 margin call， 即係 call loan。銀行會要求你即刻攞幾千萬甚至1億港幣出嚟填補個差額，如果唔係，佢就會沒收你個鋪，變成銀主盤。所以你話業主點敢隨便減租？對佢哋嚟講，鋪位空喺度，佢可以同銀行講：我而家係喺度挑選緊優質租客，雖然暫時冇收入，但我個叫租仍然係100萬，所以我物業個估值仲可以維持喺4億。只要銀行肯信，只要份估值報告未變，業主就可以繼續維持個紙上富貴，唔使補倉。呢個就係地產界嘅估值遊戲，一場大家都知道係自欺欺人，但又無人敢拆穿嘅國王的新衣。除咗銀行貸款嘅壓力，仲有一個原因令到業主死都唔肯減租，
就係所謂嘅租金定錨效應。銅鑼灣好多鋪位都係由幾個大家族或者大財團持有嘅，佢哋手入面可能有100個鋪位。如果佢其中一個鋪位肯平價租俾一間魚蛋檔或者小食店，咁全條街嘅租客都會即刻拎住呢個案例去要求減租。對業主嚟講，為咗救返呢一個吉鋪嘅少少租金收入，而搞到其餘99個鋪位嘅租金全部向下調整，呢個係完全唔隨笨有精嘅。佢哋寧願將個鋪位空足1年、2年，甚至幾年，都唔想破壞成個區域嘅租金水平。再講，而家嘅香港零售業嘅結構已經發生咗根本性嘅改變。2026年嘅今日，香港人放假鍾意去邊？係北上消費，去深圳、去廣州，嗰度嘅商場又大又新，服務又好，最重要係價錢係香港嘅一半。以前銅鑼灣係靠內地遊客嚟撐住，但係而家內地遊客嘅消費模式都變咗，佢哋唔再係嚟買名牌，而係嚟特種兵式旅遊，打個卡，食碗雲吞麵就走。以前喺羅素街買隻錶幾十萬港幣，而家呢啲豪客去咗邊？可能去咗歐洲，或者留返喺國內免稅店買。當租客發現就算你減咗租，佢開鋪都係要蝕人工、蝕電費嘅時候，佢哋根本唔會再入去。我有個朋友以前喺銅鑼灣開樓上鋪做零售嘅，佢同我講，2026年初佢租約期滿，業主話可以減2成租留佢。我朋友計咗一數，雖然租金減咗2成，但係生意額跌咗5成啊！入鋪嘅人數少咗，平均消費額又低咗，就算業主免租，佢每個月都要蝕幾萬蚊去出糧俾員工。最後佢決定唔續租，將啲貨擺上網賣，反而仲有得賺。呢個就係點解鋪王劈價130萬都無人睺嘅原因，因為零售業嘅底層邏輯已經崩潰咗。喺呢個估值遊戲入面，受害最深嘅其實係成個香港嘅社會活力，因為大業主唔肯減租，導致街頭巷尾全部都係吉鋪，或者係嗰啲影相都唔靚嘅短租店，成個城市嘅景觀變到好醜樣，慢慢就失去咗吸引遊客嘅魅力。當一個地方冇晒啲有特色嘅鋪頭，只剩返連鎖店或者空殼，呢個商圈就正式死亡。銅鑼灣而家就係處於呢個死亡螺旋入面。咁有人會問，呢個局有冇得解？除非發生2件事。第一，係銀行集體面對現實，重新評估所有物業嘅價值，迫使業主去槓桿。但係咁樣做會引起金融體系嘅大震盪，銀行自己都唔敢輕易開呢一槍。第二，係等個市底慢慢磨到啲業主真係供唔起樓，或者啲財團要套現救命，到時先會出現真正嘅恐慌性拋售同埋租金大崩盤。其實我哋正經歷緊香港地產一個時代嘅終結。以前嗰種買鋪養3代，以為租金只升不跌嘅神話，喺2026年已經正式破滅。如果你仲係諗住用舊嗰套估值遊戲去玩落去，最終只會被呢個時代拋棄。銅鑼灣由盛轉衰，唔單止係因為幾年嘅疫情，更係因為成個消費生態同金融體系嘅結構性矛盾爆發。呢個死城嘅現象，可能只係剛剛開始。大家諗下，如果連銅鑼灣呢種黃金地段都搞成咁，其他區好似尖沙咀、旺角，甚至係民生區嘅商場，佢哋嘅壓力又有幾大？呢場唔肯減租嘅拉鋸戰，最後一定係有人要離場先可以結束。對於我哋一般市民嚟講，或許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睇住呢場大戲點樣落幕，同埋適應呢個再無地產神話嘅新香港。講到尾，地產始終係要服務反實體經濟嘅。當實體零售已經支撐唔到咁高嘅租金，任何估值遊戲都只係延遲爆煲嘅時間。業主劈價130萬無人睺，其實係市場俾佢哋最後嘅警告。時代變咗，以前嗰套行唔通㗎啦。如果你仲係執着於當年嗰個4億估值，最後可能連2億都保唔住。今日講到呢度，呢個關於銅鑼灣同地產估值嘅話題，其實仲有好多深層次嘅原因可以講，例如利息，例如外資撤走等等。但最核心嘅，始終都係嗰句，做生意係要睇人流、睇消費力，
而唔係睇你份估值報告寫得幾靚。希望大家行過銅鑼灣嘅時候，唔好淨係睇到啲空鋪，更要睇到背後呢場玩咗幾十年嘅金錢遊戲，已經去到要交學費嘅時間。我哋再深入啲講下呢個估值遊戲背後嘅數據邏輯。喺地產投資入面，有一樣嘢叫資本化率。你可能聽過啲老一輩嘅業主講，我呢個鋪位收緊4厘租，呢個4厘就係佢哋心目中嘅防線。但係你要明白，喺2026年，當銀行嘅存款利率可能仲維持喺3厘或者4厘嘅時候，投資者對物業嘅要求回報一定會更高。如果你個鋪位只能夠提供2厘或者3厘嘅回報，根本無人會接手。所以業主面對嘅係一個雙重打擊，一方面係租金收入下跌，另一方面係回報率要求上升。喺數學上，租金跌，回報率升，兩樣加埋一齊，物業估值嘅跌幅係會呈幾何級數增加嘅。例如一個原本收100萬租嘅鋪位，如果租金跌30%變70萬，而市場要求嘅回報率由3%升到4%，咁個估值就會由4億港幣直接跌到2億1千萬。呢種跌幅對任何一間上市公司或者大財團嚟講，都係足以令到資產負債表崩潰嘅核彈。呢度就涉及到香港地產嘅另一個結構性問題——高槓桿。喺過去20-30年嘅地產大牛市入面，好多業主都習慣咗以鋪養鋪。佢哋買咗第一個鋪，等個估值升咗之後，就去銀行再借錢，攞筆錢出嚟做首期買第二個鋪。如是者，佢哋手上可能持有價值幾十億甚至過百億嘅物業，但其實背後全部都係債。呢種槓桿遊戲喺升市嘅時候係印鈔機，但喺跌市嘅時候就係催命符。當銅鑼灣呢啲核心地段嘅租金開始失守，成個連鎖反應就會開始。首先，銀行會重新評估成個區域嘅風險。以前羅素街係不倒翁，銀行會俾最高嘅成數，最低嘅息率。而家銀行見到你係銅鑼灣嘅鋪，可能先扣你30%估值再講。當一間銀行開始咁做，其他銀行就會跟風。呢種金融加速器效應會令到市道嘅跌勢遠遠超過實際嘅經濟跌幅。而且我哋唔好忽略咗2026年呢個時間點嘅獨特性。經過咗咁多年嘅大環境變遷，香港嘅消費群體已經徹底換咗血。以前係嚟香港買名牌嘅內地富豪，而家佢哋更加傾向去海口、三亞或者直接去歐洲。以前係喺銅鑼灣返工嘅白領中產，而家佢哋好多都選擇咗遠距辦公，或者因為生活成本太高而搬走咗。當消費嘅主力均唔再喺銅鑼灣出現，呢個商圈嘅生命力就會慢慢枯竭。我曾經喺深夜2點行過波斯富街，嗰種感覺真係好荒涼。以前呢度係不夜城、宵夜鋪、藥房、化妝品鋪燈火通明。而家除咗幾盞昏暗嘅路燈同埋寫住招租嘅紅紙之外，乜都冇。呢啲招租告示有啲已經貼到變咗黃色，甚至脫落咗都無人去理。呢個現象話俾我哋聽，業主已經唔係唔肯減租咁簡單，而係佢哋已經陷入咗一種癱瘓狀態。佢哋唔敢減，又唔想賣，只能夠喺度等奇蹟出現。但係奇蹟會出現嗎？喺經濟學上有一樣嘢叫結構性轉型。當一個行業或者一個商圈嘅功能已經被時代取代咗，佢就永遠都返唔到轉頭。就好似以前香港嘅工業區，工廠搬走咗之後，除非改建成寫字樓或者住宅，如果唔係佢就只會變做廢墟。銅鑼灣而家就係要面對呢種去零售化嘅過程。對於啲細業主嚟講，佢哋可能仲有一絲生機，因為佢哋嘅槓桿冇咁高，大不了平價租俾人做街坊生意。但係對於嗰啲鋪王嚟講，佢哋係被鎖死咗喺呢場遊戲入面。佢哋嘅身份、地位，甚至係家族嘅信貸額度，全部都係同呢啲鋪位嘅高估值掛鈎。一旦佢哋承認個鋪只值一半錢，佢哋成個家族嘅商業帝國可能就會瞬間崩塌。所以我哋見到嘅死城現象，其實係一場大型嘅博弈。
業主喺度同銀行搏，睇下邊個先頂唔順；業主亦都喺度同租客搏，睇下邊個先捱唔住。但可惜嘅係，市場係最現實嘅。當消費者嘅心已經唔喺度，當大家已經習慣咗網購，習慣咗北上消費，呢場博弈嘅結果其實一早已經寫好咗。呢130萬嘅劈價，只係冰山一角。喺未來嘅日子入面，我哋會見到更多更驚人嘅減價，更多嘅銀主盤出現。呢個過程係痛苦嘅，但亦都係香港地產市場重新洗牌、租金最貴嘅羅素街或者波斯富街。你仲有冇嗰種行銅鑼灣嘅租金平到可以俾本地嘅後生仔開一間有特色嘅精品店，心入面真係屬於香港人嘅咖啡館同死寂，而唔係滿街係令我懷疑自己係咪去錯咗地方。銅鑼灣或者先會有以前嗰啲排隊買名牌錶、搶到化妝品嘅城市嘅靈魂，好似已經喺嗰啲冷冰冰嘅估值報告入面。而係最誇張嘅煙火氣入面。最近地產界傳出有個所謂地產變成咗一種只係數字遊戲嘅工具，而忽略咗佢服務人類活動嘅本質。咁呢個遊戲玩到最後，就只會剩返一片荒涼。係減咗130萬，我想同各位打算入市或者仲持有緊名義嘅朋友講一句，啲鋪頭唔好再懷念過去，點解啲大業主死都唔肯再減多啲？2026年嘅世界，點解寧願需要嘅係實力同埋創新生草，而唔係單靠一塊磚頭就諗住收租一世或者後生仔創業？銅鑼灣嘅故事，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場地產界入面最新時代嘅開始，最現實嘅估值遊戲。我哋要學識喺廢墟入面尋找新嘅機會，減租分分鐘坐喺個要門口等嗰個永遠唔會返嚟嘅。我哋首先要睇下2026呢場估值遊戲，雖然殘酷，如果你喺2013或者2014年嗰陣去過銅鑼灣，如果你跟你應該記得嗰種逼到，就算你以前係鋪王，最後都只能夠喺一個嘅紅樓1000尺嘅細鋪，睇住自己嘅租可以叫到200幾萬，甚至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場變革入面啲藥揾到自己嘅出路。名牌標行唔好俾嗰啲係攞住數字現金去搶鋪，要睇清背後嘅真實價值。而家呢？今日你再去睇下咁多，好多以前嘅名店位，可以透過銅鑼灣係賣緊幾十蚊件嘅睇到成個大環境，或者係嗰啲開完即棄嘅短租嘅世界，從來都唔係表面睇咁簡單。有一位老牌鋪王，背後嘅佢喺銅鑼灣核心地段嘅一個大型鋪位，環環相扣。原本叫價係非常之高，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有啟發到你，一次或者你有唔同嘅睇法，諗住可以吸引到大租客回流。我哋下次再深入嘅反應係其他更精彩嘅話題。再見。呢件事反映咗一個